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十一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十一点上新的画面。这是台北市南京东路3段发生一件意外消息，一个当日起厝的工地，当日拆厝的时，一只细只怪兽强倒落来，拄啊好去底到现场一个50岁工人，伊受伤的情形会当讲是真严重，有性命危险。今嘛已经赶紧甲人送去病院治疗。小等来收现场来上新的画面，咱嘛继续搁再为大家插播。搁再来关心，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2020年总统大选，亲民党有政党提名权，今有消息传讲可能会由党主席宋楚瑜亲身来参选。算算的已经是第4届参选总统。发言人张石文下早接受访问时，嘛讲到宋楚瑜参选的几率算算的有8成。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搭档的人选，这个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所以说，主席。第一还没有决定，第二，这个所谓的副手人选有很多人推荐，对，包括谢金河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财经界人士，所以说在上一次主席去谢谢他的采访的同时，也有提起说，开玩笑的说，因为谢金河先生问主席说，你什么时候要宣布？那主席就问说，等你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当副手的话，那就不用再等下去了哈。那其实那只是一个开玩笑，不过到最后主席也很慎重的说，你是一个非常熟悉台湾、东南亚国家跟美国情势的一位财经人士。如果谢金河先生是愿意的，请他好好慎重思考，对。所以当天宋王2个人是聊到什么状况？因为有传说在宋主席在月初的时候就会跟王院长确定说，到底门票是要自用还是给王院长？因为我不在场，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转述当天的过程。对，就来啊，够不？还有。好，那我再问一题，就是要问，有传出说宋主席真的有想要参选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韩国瑜，就是有部分讨厌韩国瑜的蓝营人士的不满，所以宋主席有被劝进。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说，如果这些对自己政党所提名的人没有信心的那些人，一直在制造所谓。宋楚瑜如果出来是，这个为哪一个人出来？我觉得这样子，没有智慧的想法，他已经是落后20年就是20年前他讲这些话，有人还相信，现在讲这些话，只会让人家觉得说，你们对自己提名的候选人是没有信心的。还有一说就是说，宋主席希望可以保持在亲民党在立院的形势，所以他这次才要出来。主席如果最后决定参选，他绝对不是只是为了当母鸡，然后来带我们的小鸡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势就是，蓝绿恶斗20年，那其实不表态的选民到目前为止还将近有40%左右的选民是未表态，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很期待说可以有第3个选择。所以预计什么时候会宣布？这还没有，第一定要先决定，然后再宣布嘛。那目前看起来呢，要问主席。所以你觉得参选的几率从1到10，现在有多少？我觉得宋主席参选的几率，我觉得8成。我觉得8成。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当然很支持主席出来，对。主席应该不会做出像郭台铭那样让选民让自己这傻眼的决定吧？这个选总统，它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国家大事那所以说，我觉得主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外公布是否参选，或者是什么时候公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慎重，要对所有的乡亲有交代，国人有交代。所以说，主席，请大家给他一些时间。那就您了解，现在大概有多少人想再争取当这个主席的副手？副手的人选
因为主席决定之后才有副手的人选，所以主席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我现在也不方便。那王院长要争取吗？王院长一直都是以他想要选总统为原则，对。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艺人李兴文的大汉囝李玉瑞，几日工前3更暝半，努力去连锁出名家具店，伫咧网络直播黑爸母，引起话题。3更后，李兴文伊嘛头一届伫人面册铺文，替伊后生来回息咧。李兴文讲到后生安尼做，引起到互人歹印象，伊嘛足过节。伊讲教囝教无好，真实咧。说来伊讲后生已经25岁啊，已经算是大人，就要家己负责任。若是讲到伊甲因某，我都来管教，安尼敢若会当互法律来教育伊后生。搁再来关心，这是台南发生一件凶杀案。昨昏半暝啊，一个50岁小食部的查某员工，敢若因为不满伊的男朋友，亲像菜花芳这张菜了换别张，就咱拿果子刀啊堵伊男朋友的腹肚，规个过程，互看到的民众，大家拢惊甲面啊绿色。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王梅轩来传来了解。梅轩。好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救护车10万火急来到小吃部前，因为一名男子遭女友持刀刺伤腹部。那么救护人员呢是赶紧把人送往医院急救。来听听看目击民众怎么说。他一直这样子，你说你怎么了？我说赶快叫119啊，派出所的来啊。好的，可以看到目击民众呢回想起事发经过，依旧是心有余悸。因为呢，这名男子呢突然被刺伤，跑进店里头求救，把大家都给吓坏了。那么整起凶杀案就发生在昨天深夜，台南中西区。而根据了解，行凶的50岁女凶嫌在小吃部内担任陪唱员工。那么疑似不满男友太花心，所以呢和对方相约在店外谈判，一言不合竟持水果刀刺伤男友腹部。幸好是没有伤及脏器，男子经过急救是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不过为爱争风吃醋，这名女子呢最后也被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以上是我们找到的最新情形，将谁交还棚内。多谢梅山，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来关心台中的南无大山，有一团21个人的爬山队初一去爬山，结果其中一人因为倒脚去拽到，疼甲挡袂牢，都要接受治疗。车山暗队友赶紧通报台中市消防局，消防人员嘛赶紧调派花莲空勤直升机，伫咧测试今仔日透早来救人，已经顺势将受伤的人送去花莲主治病院来进一步接受治疗。社会事要来关心，这是资深的音乐创作者刘家昌，伫咧新北市石子山起的老仔厝，过去会当讲是三心局刘青花园主角杜明熙的厝，也毋过因为伊牵涉到这个国民党污钱的案件，即马这个所在已经趴远几落年，一寡人爱来遮冒险，嘛变做一个风景所在。这2天当咧拆厝，拜六下晡有一寡阿门土角强强落伫咧土骹去阻碍到交通，有人感觉真刺激，感觉怪怪无对当。大台怪手来咧挖，规栋白色的白砖倒去，路边拢是砖仔角甲石头角。这是有名的导演刘家昌早年伫咧新北市石岩路3段起的一栋大厝，过去是真抢赢。早点起来也好嘛。那少爷跟您报告一下，您的早餐是在房间用呢，还是？跟丁府对楼梯豆豆啊行落来，真侪观众对这个画面拢袂青分，这就是真侪年前电视剧《刘青花园》内底一段，当时就是伫这间厝内翕的。对比当年豪华的场景，即马煞因为边仔拢无人管，变做是一间破厝。2号下晡来拆厝的时阵，竟然传出放气的意外。当时拆除人员一度是施工不慎，造成瓦砾堆和碎块是飞溅到马路上，造成交通受阻。警方立刻到场排除障碍物。来看这个外表又搁旧又搁后，放海情形，互人是真歹联想。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阵，刘家昌搁捌伫这间厝来宴请当时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经过当选的代志以后，刘家昌就用3亿将这栋厝卖给国民党。落尾因为无人咧管理，才会变成一间破厝。而且嘛变成一间大家咧团的鬼仔厝，请真侪民众来咧试胆量。没有鬼啦，那是人家这样讲说那边都没人住，好恐怖，好像鬼屋一样。面对外界各种的猜想，刘家昌的太太真丁嘛捌透过秘书表示，过去伊定定甲伊的后生刘祖清2个人住伫这栋厝内底，从来都毋捌拄过啥物奇怪的代志。敢若会当讲厝若放空伤久无人住，佮加上大家讲甲有影有只，难免会互人来乌白想。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这个话题，这是有民众伫咧招人的网站看到高雄一间餐厅讲要招人，一工的薪水到12,000，要来招10车仔工，这到底是真也是假？引起到一寡网友大家拢真有兴趣。有人敬5人回应讲，敢会是高雄蚵仔石油大发财，佮讲要组团落南来引头路。不如果咱台视新闻的记者来到餐厅访问头家，原来是网站的内容拍唔到你，唔是一工的薪水12,000，是月级12000块。结果天差较低，这个布仔嘛当作菜瓜。人力银行的网站发布这个上新的找人消息，其中有一间餐厅引起真侪人来甲点，斟酌甲看，伊的日薪竟然有12,000块，那照安尼甲算起来，一个月就有20几万。不可能啊，就可能就贴错吧。来甲看伊的工作内容，拍单啊做便当，时间干那爱为下晡4点到暗时8点4点钟尔。有人甲这个消息甲打伫个 PTT 顶悬，讲高雄挖着石油啊，这声要发大财咯，大家紧去投履历。日薪1万2便当店，那机场也不用开了，去工作就好了。这间找人的餐厅，佫伫高雄的小港。当地民众讲，哪有可能咧？嘛有袂少网友咧约讲，应该是加拍一粒0，嘛有人约讲是用韩国钱来计算。实际来到这间餐厅来去问头家，头家煞硬气，伊讲是网站拍唔到啦。谁会愿意去应征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网友原谅我们啊！新开店的就是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不好意思。原来这拢是误会，日薪的日要甲改做月。也就是讲是月薪12,000块才对，一字甲拍唔对，煞引起网友大家来讨论。头家除了甲有心来引头路的民众回失咧，嘛讲会随来甲改互对。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话题，这是天气一个反凉，真侪人爱来食火锅。有民众来到食烫海火锅店食饭，看到店头送来肉讲鲍利斯、无解的汤羹。过去敢若伫咧红仔图才看会到这款的画面，无想到伫咧现实的环境嘛有。落尾这个人讲，伊详细一个甲看，敢若一客也是安尼尔，其他大部分拢是正常。其他连锁店业者讲到，这个一般无共款的肉质，拢有无共的厚度，会固定时间检查切肉的机器，才袂互人客感觉互人偏去。我这边帮你上餐哦。去火锅店食饭，袂少人拢爱食肉片。不过，进前就一个查甫网友到一间连锁食甲饱火锅店食饭，煞拄到这种情形。详细看，店家送起来肉盘，敢若看10片的肉塔做伙，但是无解会当看到下骹的盘，嘛，互这个查甫网友将相片翕落来，抛上网络，讲家己叫是鲍利斯的肉片，只有伫咧网架内底才会出现，想袂到煞互伊来拄着，放落去鼎煮，搁差一点仔就顾袂着，好佳在是少数。但是这个有够薄的肉片，互其他网友看到，嘛是一直来酸。有的人讲是高手伫咧民间。阁有人讲刀工真好，甚至有人讲可能分2口开肉就熟啊。好像也蛮厉害的，就很薄。不合理吧？这么薄，那是要吃什么？落差太大的话，我们可能会直接就客诉吧。到底一般食甲饱的火锅店，肉片的厚度爱安怎来处理？实际来看，其他连锁火锅店的业者发现肉片的厚度拢有一定的标准。我们所有的肉品都是机器切的啊，然后厚度的话，那个机器都有一定的刻度，比较不会有误差的情形发生。业者表示会定期来检查切肉的机器，避免这肉的厚度会来出差错。佮强调针对无同的肉厚度嘛会有差，亲像是双港牛肉，因为油花较济，面积较大，一般的厚度是0.15到0.2公分。啊，若牛小排的厚度会控制伫咧0.25到0.3，才袂来影响口感。但即摆民众食甲饱的火锅，煞拄到遮尔薄的肉片，是感觉有淡薄仔无奈。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食物件话题，点一盘海带到底要偌济钱才算合理？当民众点一盘海带要算小的时，头家甲伊讲爱60块，伊就赶紧问店头是安怎会遮尔啊贵3。头家讲因为因卖毋是海带是牡蛎，一斤算的爱2万块，嘛互这个民众起焦疑，阵啊甲代志抛上网络。料理专家解说讲，牡蛎一般是用来控汤，袂摕来切做小菜伫咧卖。另外，进口的牡蛎一斤平均册计价敢若400块尔。假使若是像店头讲的，一斤2万块，安尼啊一盘才卖60块银，根本就是阿婆吹过倒塌。民众食到的应该是海带，无毋对。小食店一盘海带，也一寡葱仔、姜丝，搁掺一点仔咸，大家来估计，要一盘爱偌济钱？应该
20吧，30块，30块左右吧。民众拢认为20-30块就会当买到。公布答案，一般海带爱60块。有网友进前出门食饭，点一盘海带，付钱的时阵才发现爱60块，惊一个来问头家，想袂到头家讲这是昆布，一斤爱2万块。后民众是感觉足疑问的，才会伫咧面册来铺文。我觉得好扯哦。你觉得会觉得太贵吗？太贵了。虽然说海带品种的确是蛮多种的啦。那搞不好老板说的是真的。其他民众看到拢讲伤咸，但是海带甲昆布是要安怎来分？专家来讲，互你知。昆布跟海带在料理上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一斤的话2万，然后它那一份大概是3两到4两，那他卖60块，这样等于是他赔钱在卖啊。不可能啊！昆布海带来相比，昆布是海带肉，是做烤，拢是用日头来拍。平常时是摕来控汤，味较鲜甜。若海带是海带肉、海带烤，大部分用食用的药水来浸，普遍是摕来做小菜。专家讲，进口的高级昆布一斤平均爱400多块，海带一斤是30-40块就买得到。专家来建议，民众伫咧点菜进前，还是爱先来问介绍，才袂开钱买贵，阁伤心。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爱特算盘好好来算一下，像讲台湾饲宝贝动物的人愈来愈多，一寡狗仔、猫仔若是发生意外或者是破病时无健保，医疗开销嘛真大条。即马宝贝动物的保险就愈来愈实行，不离个专家提醒大家，讲要替宝贝动物保险进前，就要先看好清认好明，嘛要注意到宝贝动物的身体，假使若是较活跳、较孤僻的狗仔，会当替因保侵权责任险；若是体质较烂的，会当保平安险。另外嘛要特别注意讲，狗仔敢有即个家己负担的即个金额条款，安尼才袂因为安尼减轻负担。医生利用胃管帮助拄动手术的狗仔会当好好食物件。已经12岁红贵宾宝宝因为互骨头夹着险无命，为着甲伊的命救回来，主人干那动手术就开买58000块。因为无健保，所以宝贝动物医疗的开销足上重的。愈来愈侪主人开始为宝贝动物买保险。这款的保险主要分作2大类，包括门诊、手术这医疗开销，甲宝贝动物侵权的责任。狗狗去咬到无辜的第三者。那可能有100万的额度，或者是200万的这个额度，类似我们车子的第三人责任险。比较市面的宝贝动物险，面台保险的方案，所有医疗开销加咧上济赔20万，不过补贴有限制几届，保费1年4798块，调风保险各种的医疗加上济赔10万块，门诊无限制人几届，保费1年超4100，华南产险针对动物医疗的开销加咧上济赔15万，唔免开着家己的钱，按照无共的宝贝动物，保费上俗的是3205块，不过专家提醒，要替宝贝动物买保险，爱特别注意，唔若有年岁限制，8岁到10岁以上袂当保。会甲人讲价，也是有病史，嘛会做保险的评估。另外，嘛要注意有家己出钱的条款，佮有无保证会当一直保落。可能有诈领保险金的情形，宠物保险目前大概是没有保证续保的，所以说你第2年呢，还要再洽询保险公司，他愿不愿意承保。主人想要买保险进前，建议先注意宝贝动物的情况，选一个上适合的保险。那真是拄到什么意外，负担才袂遮尔大。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今仔日东北风影响，南海也有低压发展，看晚较烧落的水汽入来到咱台湾。东北部正方面的水汽变较侪，今仔日小可同款天气会落雨乌阴天。另外，拜3、拜4水汽就会变较少啊。北部今日温度差不多拢是22度到26度即卡兜，若是较空旷的所在，差不多20度到22度。若是变较好天，电灯要注意到辐射冷却，空旷的所在可能温度落甲无到20度。另外，气象局嘛发布透大风的特报，台南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也有澎湖、金门、马祖沿海较空旷的所在，拢会透大风，差不多是9级到10级。外海边啊，佫较会透大风影，民众还有讨海观众朋友都要特别细腻。来关心上新的现场，这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倾听之旅来到南投，针对到农业、工商也有观光3个方面，和地方的民众来座谈。头一站来到松饼岭寿天宫参拜，有一寡支持者来甲伊斗相听。现场上新的情形，交记者林书宏来带咱了解。书宏。
好的，主播跟观众，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倾听之旅头一回来到南投，上午先到松柏岭寿天宫参拜，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庙前巷子挤满上百位支持者，手拿国旗不断挥舞。短短不到100公尺的路程，沿途和民众握手寒暄，走了超过5分钟才顺利进到庙宇。完成参拜后，还因为现场人潮实在太多，支持者又非常热情，就怕会引发推挤冲突，因此没有开放另一个出入口，却疑似事先没有沟通好。韩国瑜就在庙里绕来绕去，最后在庙方人员指引下才顺利走出来。因为要赶到下个行程，因此这个点并没有安排致辞。就在准备离开时，有媒体问到疑似云林农会传出半强迫捐款给韩国瑜，对此他不愿正面回应。没有吗？市长。在工作人员和随务的协助下，韩国瑜回避记者提问，专注的和民众握手打招呼。最后离开前还站上车和所有人挥手，然后坐进车内离开，赶往民间乡进行农业座谈。这一次来到南投，将针对农业、工商及观光3大层面和地方民众进行座谈，希望能了解当地产业的困境和需求。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苏康，继续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昏初三规工拢无公开行程，暗时咧让面册铺影片，影片的内容是咧厝内洗衫，一寡民众懊恼讲伊是好红婿，也毋过民进党立法委员讲看无伊到底伫咧无用啥，伫咧舞倒一出。详细情形，连续记者叶婷来带咱了解。叶婷。好了，主播各位观众，2020的总统大选是进入倒数时刻。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呢，一整天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一整天是没有公开行程，也让外界是很好奇他的动向。不过呢，他昨天在晚上的时候，在脸书上抛出他昨天的公开行程，其实是在家里洗衣服。不过呢，影片一出，很多绿营的立委是认为不懂他在干嘛。我看不太懂这个洗衣服现在这种事情好像都是机器在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总统会候选人会按机器，这个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你认为说一个要选总统的人，他有空去洗衣服吗？啊，他把时间花在洗，人的生命都一样，24小时。反正你如果把时间花在洗衣服上面，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国家的大政。没有办法去思索如何解决社会面临的困难跟问题。好的，我们看到呢，其实，在影片的时候呢，韩国瑜是一开始是介绍他的洗衣的既定流程，也强调自己很会洗衣服。不过呢，民进党立委是看到了，是直说他不晓得他到底在干嘛，也提醒他在选举的倒数时刻多跑基层比较重要。以上是记者掌握情形，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叶婷，同款嘛是咧立法院，嘛是同款和这个韩国瑜有关系话题。来关心到内政部部长徐国勇下早来到立法院报告，伫咧备询进前，先和媒体访问，伊嘛搁一届更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注册贷款免利息的政策，讲到根本就是乌白开支票，和韩国瑜的某李嘉芬嘛未参与。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李英平来带咱了解。英平。主播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哦。上午的内政部长徐国勇来到立法院，是再度对韩国瑜近来提出的政策开炮了，包括这个游学免费以及学贷免利息的部分哦，他都炮轰说是乱开支票。有一些政策是必须要熟悉，有一些政策必须要去了解才能够提出来。贸然的提出一些根本就跟我们已经在做的政策，像有些政策已经在做了，他认为没有在做。那表示说他对整个国家施政的不了解。那有一些政策譬如说什么我们交换学生，每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可以1年去国外游学1年，像这种东西也是年轻人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这样子，也不可能这样来做所以才会有很多年轻人站出来讲说，这就是乱开支票嘛，这是最典型的乱开支票嘛。那何况如果说要到各个国家去，每个国家的生活水准要花的钱都不一样。你要是到欧洲去，那是非常非常贵的，1年可能要200万以上。那你要是到我们比较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国家，也许就比较便宜，这都不一样。那怎么去平衡这些什么？那都是一个很要去精算的，不是一句话。那选举的时候乱开支票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一部分，我想民众都非常的雪亮，年轻人都看在眼里。
好了，韩国瑜的夫人李佳芬其实昨天在台中演讲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学生的学贷如果还不出的话，干脆由政府吞了吧，反正几千亿都在花。所以对此呢，内政部长徐国勇他就认为说，其实帮助年轻人的政策政府都有在做。如果呢是对政策不了解就乱发言的话，显得就在乱开支票。不过今天徐国勇的炮火其实是明显减弱了，似乎是不想再帮韩国瑜来拉抬声势。以上现场的详细情形主播。多谢影评，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台北温泉季初一正式上场，北投逢甲办弄新桥的活动，嘛是真侪游客做伙来到闹热。温泉季的活动这段时间，有一寡民众会买游台券，会当买时看好清任何名上介好，因为有一寡业者认定讲，同一个房经营无共款的介绍，假使若是用温泉券来带暝，都袂当搁再配合秋冬国民旅游补助。若是用秋冬国民旅游补助办法，都要用另外一款的介绍来算钱。想要扣续给民众，都要先看好清楚。卡罗龙谷新桥对浪，祈求五国丰收，生意兴隆。逢甲办台北温泉季的活动，城民众去到闹热，当然好康的嘛袂当放过。因为有国旅方案，可能价格会稍微，可能会有更多人来了。真侪温泉业者拢煞全年上少的介绍出来，不过实际去问，嘛唔是所有业者拢会当用秋冬过来旅游补助，所以民众要进前拢在做比较。秋冬补助的1000元是不能跟旅展券合并使用的，不过现在使用旅展券的购买是会更划算。像讲，这间温泉业者伫温泉季卖普通时的票券拍4.5折，干那卖3600，不过袂当用过来旅游补助。若是要用过来旅游补助的方案，业者就用普通时2个人大的介绍5700来算，甲秋冬过来旅游补助的1000块扣掉，等于是4700，算起来电倒较贵。另外一间嘛同款，同一个房经营用因的票券，会比用秋冬过来旅游补助的方案更较俗。另外11月初1则实行的扩大过来旅游补助计划，带暝送温泉券，嘛不是各间业者拢会当用的。观光局这边给我们补助，1张券只有200块钱，那其实稍微补贴稍微少了一点点，不可能只有自己一个人来，它可以带来其他的产业的价值。业者讲温泉券政府补贴无讲真济，愿意配合的温泉旅馆较少，建议消费者自开瑞进前，先甲规定问好清楚，加做比较，避免将来发生纠纷。记者综合报道。11月初又会当欣赏到金针花花海，这是台东太麻里乡金针山过去金针花花季，拢是为7月中到9月中，上晚嘛敢若开到10月初尔。今年会当讲是真特别，11月佫会当欣赏到开花的景致。在地种过人嘛讲，过了10年来，这是头一届，可能今年入秋了后，温度也是真悬，金针花花期才会较长。牵分大雾，一大片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就敢恁亲像互人伫咧仙境共款。逐年才拢吸引真侪游客来。台东太麻里有水风景，不过逐永年金针开花的花期拢是伫咧7月中旬到9月中旬，上晚开到10月初尔。不过今年煞反常，花期煞延到今啊，互真侪游客拢感觉真惊喜。花况感觉怎么样？开心，漂亮，美丽，满坑满谷的。拢已经11月啊，还有遮尔啊水的金针花，安尼互游客感觉足欢喜的。大家拢伫咧金针花田安尼软来软去，翕相留念。台东太麻里乡的这个金针山，伊的海拔有700公尺悬，今年的花期已经煞到11月，安尼互当地农民讲真正奇叫。因为这是10几年来还佫毋捌发生过的状况。今年可能因为气候温度的上升，所以让金针花的花芽长得会比较慢一点点，所以今年的话到8月中的时候才有花开，因为慢开，所以我们一直到像现在到11月，而且今年没有什么台风的影响，所以撑到11月初，现在还有不错的花况。原来是因为烧冬，才互这个花期延后。虽然讲较罕你看到，不过即马气候愈来愈热岛，未来嘛有可能变做是常态。即马是11月份咯，遮尔水的金针花还佫当咧开，想要去东部佚佗的民众会当把握这个机会上山来欣赏花蕊。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秋天，台东的灯光特别热拍。台东的文化处邀请出名国际排湾族服装设计师伫咧台东转运站办一个原住民实行服装的设计展览，车里安排20外个 model 来到现场来行舞台。这届设计师拢是为民俗秀图来找找灵感，含这个原住民的生活故事甲做伙，另外还有山独鼻的元素，伫咧行路放送台东迷人的流行文化。
低头看面，一个拢看袂到真的面目，就伫咧警察局头前大方行就街路。体格是瘦抽佮关落，穿着乌色白色小塔，会条仔遮衫，行过马路，甲斑马线看起来是真趣味。河边仔技师是看甲目睭拢无转轮，专业的脚步踏出去是真声目。因为我们台东的设计元素一直在台湾是有一定的分量跟地位。马路变做舞台，就伫咧台东市闹热的新生路甲博爱路口，二号由文化处主办，邀请伫咧国际真有名台湾族的服装设计师沙布拉安德的用有原住民特色的生活故事、绣文、绣图，这个主题来做设计，佮摕来20多名专业的模特儿伫咧街仔路来展示，要互台东的水对着大设计师行上世界。他说也是第一次，他很乐意把这个第一次的街头走秀快闪留给我们台东。短3分钟的展示已经互市民甲游客是感觉真特别。展览的时间一直到明年3月，只一摆台东来对着流行，放出真影目的作品，嘛互游客看甲是真过瘾，看到台东上水的一面。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外国大代志要来关心法国发生大架巴士并且意外，这架巴黎驶到伦敦的长途巴士，礼拜日伫咧法国一个高速公路准备要转弯的时，规台车强掠袂牢，弄到荷兰了后，规个并车砸风玻璃碎鼓鼓，车内拢总34个人受伤，其中4个人伤势较严重。人客内底有11个法国人和10个英国人，另外还有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人在内，各个国的外国人。发生这架车祸意外了后，公路暂时无开放。过来看到美国加州火烧山，真侪消防队员出动来拍火。另外，还有一只乌马嘛做伙来救伊的朋友伴。这段影片伫网络引起大家热烈传。这只乌马本来已经走出来啊，伊看到还有伊的朋友伴掉伫内底，无顾家己的安全问题，赶紧冲转去岔路，带2只马出来，其中一只还阁是马仔囝，上尾加在拢平安无代志。现场。规个蒙恩散步，2只马缀农场的主人为火场走出来，不过其中一只乌马煞一直越头去看烧起来的牧场。And we also have a young colt here, so I'm dealing with a minimum of 6 horses that don't have people with them. 本来已经过车路的乌马，雄越头走转去，就算可能会有危险，嘛是为火场内底走。原来伊是要去救另外2只马，其中一只佫是细只的马，要带因离开火场。尾啊，这3只马拢安全走出来。这段画面风翕落来，影片伫网络顶的世界团，互人真感动。So we got a lot of cars over here right now too, which could be a very tough situation. This is the Maria fire that broke out just a few hours ago. It's already burned through 20 square kilometers and it's spreading rapidly. 南加州火烧堡烧袂煞，西美国31号早起出现新的灾情，短短3点钟内就烧1650英亩，所开超过26000人。火烧的范围内底有真侪牧场，走转去火场救8只马，迄只乌马嘛变做大家心内英雄。记者综合报道。换者心情来看到印度这间真有路的巧克力豆店，和法国米其林甜点心的大叫西区做伙合作，设3款上路巧克力豆，1公斤卖超过咱台票17万，会当讲是全世界上介贵的巧克力豆。因为这3款的巧克力豆拢是经全世界各地上介高级的原料，每一个过程嘛拢足顶真。今仔日带大家做伙来看因的庐山真面目。3款巧克力豆放伫咧白色的盘仔中，看起来甲其他高级的巧克力豆无啥物差别，但因的身价是真悬。最近伫咧印度明码来卖出，开出超过台票17万的官价，创下金世世界纪录。When I began to walk on the Trinity, I didn't really know that this product could be in the Guinness Book. You see, but step by step, we chose. Very, very wonderful product. You see, so very expensive product. 原来是法国米其林大师，甲印度有名的巧克力豆品牌来联手，对世界各地找高级的原料，用各来个月来研究做成的。这粒叫做创造者巧克力豆，用比利时产的白巧克力豆来做外口，内底啊是用大溪地香草叶啊，甲法国的盐。另外一粒叫做育生者巧克力豆，是用加拿产的乌巧克力豆加上亚麦加的咖啡来做底。最后一粒叫做迫害者巧克力豆。是用乌柑仔来掺委内瑞拉甲多米尼加的乌巧克力豆，顶悬搁来也意大利出产的坚果，每一条拢有无同的特色。We came up with this concept of the Trinity,
And these are truffle inspired by the creator, nurturer and the destroyer. 除了食材讲究，巧克力豆的包装嘛无伫凊彩，全部拢是手工来订做，市价爱台票42000块，会当是讲对内底甲外口拢是精品。但是伫这进前，全世界上贵的巧克力豆是丹麦巧克力豆达人尼普舍德伫咧2012年来摕到，伊做的欧尚乐巧克力豆市价就爱$250，相当是台票7600块。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咱定咧讲走干那杯，美国杜克大学一项上新的研究发觉讲，靠回人走路紧也是慢，和退化有关系。金马56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你有没有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擦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台语文千万字，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较早一首歌歌名是《尖线情》，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尖，尖就是天生的家私，像咱讲尖线、尖子。另外，嘛会当讲是算注射的单位，像讲注几尖、填几尖。另外，用物件甲人拄，或者是挖坑互人跳，嘛会当讲你莫甲我尖。还佫有像尖的物件，咱讲秒尖。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看到就是目尖，嘛有人讲是目狗尖。目含4颗位啊，因为生油脱掉咧，引起到细菌感染的症头，这就是生目尖。第二个词跳尖，本来意思是讲吸盘的尖跳起，引起一直放送共款的歌，或者是点起，落尾用来讲人讲话时无煞拍，头前甲后壁对袂起来。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伊一个生目尖上台讲话就足紧张，讲话开始跳尖。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尖，提供予大家来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人咧讲走干那杯。美国杜克大学一项上新的研究发觉讲，靠回人行路紧也是慢，和退化程度有关系。行路较慢的人，代表讲身体和认知的功能比别人较快乐。医生讲，行路本身就是一款健康的标准。过去，匹兹堡大学嘛捌研究讲到，这个坐伙人行路的速度，若是1秒有1公尺，安尼岁数就会较长。过车路看到时间的到达，就互人想要行较紧的。不过也是有一部分的民众无法度伫个时间内过车路，停伫路中央。美国杜克大学研究发现，行路的速度可能是预测岁数甲健康的一个指标。尤其是到45岁，若是行路的速度比别人较慢，就代表身体甲淋巴的功能可能拢比别人较快退化。简单讲，就是类似有点失智。失智它其实它会影响的蛮多的，它一些协调啦，各方面都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走路当然就不是那么稳，不那么稳就不大可能会走得比较快。美国杜克大学心理甲神经科学专家分析903个45岁有参加研究的民众的资料，进一步来测因行路的速度，结果发现虽往平平拢是45岁，不过行路的速度却差真多。其中上紧的1秒会当行2公尺。伫分析退化程度的方面，做核磁共振造影。结果显示，行路的速度较慢的人，脑的量较细，皮质嘛较薄，也就是讲，这个人的脑比同岁的人佫较老。另外，行路速度较慢的人，心肺的功能、免疫系统、甲喙齿的健康，嘛拢输行路速度较紧的人。动作基本上很多都是要各方面去协调的。那你如果某个方面受到一些影响，它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好，保护机能就会稍微慢下来，避免跌倒嘛。过去嘛有研究发现，会当外到平均岁数的人，行路的速度超是1秒0.8公尺到1公尺，若是无1秒0.6公尺，也是较接跋倒。佫有记忆向变歹的人，上好爱去互医生检查，家己的身体家己就要顾好。记者综合报道。
搁再来关心卫福部国健署上新的统计，20年来利用人工受体人次，本来一年7146人次，已经增加37849人次，增加5倍3。其中超过70%的人拢已经过35岁。台中李茂成妇产科特别邀请5000个过去用人工受体有新的家庭，摆做台湾的地图，也有世界的地图，破金氏世界纪录。伫咧会场内5000个家庭，照顺时递无共色的帽仔，摆出台湾甲世界的地图，要来破世界纪录。这5000个家庭拢是试管婴儿的家庭，肖女士伊求助足侪年的，伊头尾做6摆的试管，甲种3粒人珠，尾啊总算成功去生到一个查甫的。伊就是台湾本土团队头一个催生的这个试管婴儿。我就很庆幸是医生的。就是有成功这样子，然后我很感谢医生，让我有可以体验这个生活。另外一个林小姐嘛是经过1年外的疗程，腹肚贵量红胎，即马囡仔已经读国小啊。卫福部国健署统计讲，20年来要用人工生囡仔的人次，对当年7146人增加到37849人次，逼关买5倍3。其中有超过70%，因的年纪拢是超过35岁以上。试管婴儿平均年龄到39岁了，有些40岁、41岁就结婚就进来。晚婚的事情是造成试管婴儿今天的人数越来越多的一个主因。年龄大晚结婚、未生去求诊的年龄是愈来愈悬，安尼嘛，互原本的试管婴儿做2届到3摆就会当成功。不过，即马都要开双倍流摆，才会当顺利来有生。人工生殖技术的挑战嘛是愈来愈大，悬年龄来拼生囝，伊的风险有较大。建议女性会当来提早规划冷冻子宫卵，安尼到想要生的时阵，就会当有好花来调机。好囝来出世。记者综合报道。跳近一个食饭时间，手路菜来看到最近中部一间星级的饭店邀请台北的杜子师，这个杜子师才70多年厝，也佫真少年，用台湾潮式的食材煮法国式的料理。金马56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自儿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个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你有没有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查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骅。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烈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是。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先来看到，为了要拼生理创造话题，一寡饭店拢会伫咧固定时间邀请外国米其林的杜子师来煮料理。这几年嘛，愈来愈多台湾少年的杜子师哪来哪出脚。像讲最近中部就有一间星级的饭店，邀请台北70年厝的杜子师老威州来办6场的餐会，特别用台湾潮式的食材来煮食，用咱台湾的食材，也佫有手路来表现法国式的料理。
高级的牛排用麦达煎煎的，顶悬放着鸭肝，搁来配这个乌松露的酱，芳开十足。这出经典的罗西尼牛排是法国总统马克宏宴请美国总统川普的知名的料理，吃过的人拢是真饿了。嫩，然后吃下去就可以像化开一样，那我觉得还蛮美味的。除了招牌法国式的料理以外，刀子搁特别用心来设计这出路餐，像是把灯咧开的太阳花放起伫桌顶。其实这个花梅的部分是用帝王蟹肉来切细块，配上各种独门的香料。花蕊是用饱满的鱼子酱，若花叶是先用梅仔粉生过金瓜来咧摆设，看起来是真醒目。在吃美食的同时，也能够用眼睛去欣赏，就是原来这么简单的食材，它也能够去展现出像一幅画的感觉。35岁芦苇洲是台湾5星级饭店内底上少年的刀子，18岁就来做西餐的料理，甲世界有名的刀子来合适，练出规身躯的好功夫。可以用台湾的人文或者是风情，让你们有一点点很多的 moment 的感觉。特别设计的菜单，伫咧南华普罗旺斯的浪漫气氛之下，加上台湾食食文化的特色，来做出独特的创意料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看到台北网有一间老店货的排骨酥，40多年来好滋味，拢无走味。排骨特别用生的，若煎出来排骨酥外口皮酥酥脆脆，内底肉又搁油又搁嫩，掺冬瓜甲水，汤头都已经足青甜。头家今年已经72岁，10年前本地想要退休，店本来想要拍互人，好佳在上尾后生转来学，这笔功夫才无失传去。吃过之后觉得真的很嫩，都不用咬就吞进去了。肉很嫩，汤头好。一个到食饭时间，这间小吃店的人客拢是客满，为着要食一碗真好食的排骨酥汤，人客拢会看你听候。你好，这边吃吗？可能要稍等一下。一档排骨酥汤有5-6块点甲真软溜的排骨，还佫有迄落绵的冬瓜角。甲排骨甲冬瓜的甜粉拢甲浸入去汤头内底，这个汤头才会看到是安尼金花色甲金花色。这个看到这么好食款的排骨酥汤，伊倒打的不是油面，是用鸡肉丝面。就是面条就是有吸到汤汁，然后肉质也蛮蛮 Q 嫩的。我们常从基隆来吃，我们住基隆。专程来哦。对啊，好吃。这档排骨酥汤40多年来，伊的风味拢无改变。这有第一代头家何永元要求因囝何炳宪，爱甲大家面角拢照伊的方法做甲真够角，袂当凊彩咧。逐工透早都爱亲身去市场买较好的排骨，连剁排骨嘛是拢爱家己来，一刀甲剁落，爱甲排骨的大小准则甲拄好，通互人客拄好来食入嘴。我们外面的切法跟我们自己想要的大小块跟肉的刀法都不太同，所以我们会坚持自己做的原因就是这样。生料看着真简单，敢若有豆油膏、蒜泥、胡椒，还佫有糖。不过一个教因的手头，就敢若亲像变魔术同款，会当甲口味参甲足好势。美角就是伫个特chế的中药胡椒粉顶悬。越南、印尼、巴西3个国家的胡椒酱不调，因为一个国家那个胡椒都不一样，味道、也香度啊、也辣度都不同。逐块排骨拢爱出力去甲敲烂，袂当有一地去拍加漏去，都爱安尼做排骨才会入味，安尼就唔免甲放过暝，会当来现鲜现煎。不要大，时间要快，这样炸起来才好吃。不过，这个好滋味差一点就伫10年前消失去。苏当时何永元想要退休，伊3个囝阁无心通来接手，就伫个打出讲店要让人的时，办仔囝来改变伊的心意。因为从小看到大，他会觉得说，这古早味真的是很好，那没有传承下去也很可惜。这档排骨酥汤一个卖就是40多年，就算讲店面捌换过3个所在，老顾客要是始终兼换贴。伫咧一碗清汤头金花色的排骨酥汤内底，唔但有厚的白囝情，嘛有迄落人客永远笑脸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其
金马56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你有没有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查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骅。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业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每个人都有自己爱人的方式，不被对方理解，未必就不是爱。如果你总是想要如你所期待的那样被爱，必定常常失望。学着去理解别人爱你的方式和你所期望的不同，你会发现你得到的爱比你想象的多更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今日起，你已不再是腾盛银行的职员。阿妈，你要去哪？有人以为某某人的专业是走了什么后门，大家听说了都会。我没有走后门。那个从台湾来的叫什么名啊 ？Ting 是不是？我在这边可能随时会遇到危险。帮你辞职，我们结婚吧。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原声带活动，10月18号礼拜5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篇文，就有机会得到忠孝节义原声珍藏集，把国宝声音带回家哦。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今日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忠孝节义。金马56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
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瑞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宇，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查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华。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烈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每个人都有自己爱人的方式，不被对方理解，未必就不是爱。如果你总是想要如你所期待的那样被爱，必定常常失望。学着去理解别人爱你的方式和你所期望的不同，你会发现你得到的爱比你想象的多更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秋天的天气特别凉爽，如果有饭仔药会当欣赏，互人感觉特别心凉鼻透开。即马伫咱台湾会当欣赏到饭仔药的空港，这是海拔2200外公尺福寿山的农场，即马当适合欣赏饭仔药，唔免出国，伫咱台湾就看得到。新闻上尾带大家做过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金马56就在台视。